唉，廿幾30歲人，甚至有啲人已經40歲都係溝唔到女。A0或者淨係拍過1、2次短拖，係咪就代表一無是處要俾人恥笑？點解個天咁唔公平呢？淨係得高大靚仔有錢先有女。唉，再多嘅努力追女都係白費心機。今條片我要全面分析，溝唔到女係咪代表你就係一無是處？點解咁多男人有求偶焦慮？係咪已經唔會再有方法溝到女，甚至應該放棄？呢條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影片結尾我會送你溝女秘笈，我由 A0168公屋到不斷拍拖成功約炮秘密，記得訂閱俾 like， 立即開始。首先溝唔到女就係廢冇用，呢一句咁嘅説話，正正就係陷阱，令你陷入巨大嘅焦慮。就算你有咩其他嘅成就，例如運動、音樂、數學、興趣、技能，對社會嘅貢獻，溝唔到女就立即話你係垃圾。男人冇女就要俾人笑人啦，搞到你要不斷使錢喺女人身上討好佢哋，急住出鋪拍拖。情人節啊、條女生日、中秋、聖誕，不斷使錢，又要結婚買樓買車，全部都係為女人嘅。雖然我 channel 係教大家溝女，但從來都唔會叫你去咩追女仔，使好多錢，圍住女人轉嘅人生。正正係社會當咗你嘅韭菜，利用你嘅焦慮，等你好似不斷老鼠賽跑咁樣不斷賺錢，然後為女人使錢無休無止，亦成功搞到啲女更加難溝。呢個亦係咁多人求偶焦慮嘅原因。咩紅藥丸理論扮到話要做 alpha 肌肉霸道男人，其實全部都係巨嬰嚟嘅。因為呢班人以及社會好多 loser 覺得，如果女人唔愛你，你就係垃圾。呢句嘢其實等同於媽咪唔要我，因為我唔乖啊。講到尾，好多扮勁假裝強大人，自吹自擂，誇大自己月入身高、長大粗、情感經歷，驚死人哋覺得佢冇女，心入邊非常脆弱，要不斷去武裝自己扮勁，怕俾人睇到自己軟弱嘅一面。更加重要係佢潛意識其實想翻到阿媽嘅子宮，潛意識覺得母親拋棄自己，唔夠愛自己，唔夠關心，冷淡忽視打鬧，因為自己細個唔夠叻，唔夠乖。所以大個咗一定要做到好好，成為強大男人，咁樣先有資格得到媽媽的愛。簡單嚟講就係不斷溝女追女，自我證明。如果俾女人拒絕，就會觸發翻好似細個俾老母拋棄、忽視、冷淡嘅恐懼。無論你承唔承認都好，好多人嘅潛意識都係想回到過去，改變過去。但無論你依家做啲咩，過去嘅嘢已經發生，冇得改變。放低過去，活在當下，展望未來，先係你人生之後唯一嘅方向。當你真正領悟到呢個道理，就唔會咁焦慮，成日要追求女性嘅認同。紅藥丸嘅人只會將自己嘅人生價值100%同女人做連結，冇女人就叫你係 beta 廢男，有女就係 alpha 型男。結果其實大部分相信紅藥丸嘅廢男，除咗日日怨天尤人之外，其實自己都係冇女嘅。之後就會鬧女人賤格啦。我曾經都做過咁嘅人，我可以同你保證，當你放低呢種思想之後，無論溝女定賺錢都會容易好多。因為憤怒同妒忌呢種低頻率嘅能量，只會幫你吸引一啲垃圾翻嚟。所以就有啲醒目仔會開始話：咁不如成世唔好溝女，戒色戒丁，係咪就已經脫離咗尋求女性認同，唔再翻到媽媽子宮？但好老實，據我嘅觀察，好多人係冇資格戒丁戒色嘅，因為佢哋心底入邊亦係仍然試圖覺得戒咗丁就會更加自信，然後就可以溝到女。或者我再直接啲講，佢哋試圖透過戒除色情而獲得更加多嘅色情。呢個喺我眼中根本就係笑話嚟嘅，亦都永世唔可能成功。首先戒色唔溝女呢樣嘢，我希望你係揾到更加大嘅理念原因，例如宗教、靈性原因，決定要去出家先去戒色。普通人根本冇資格亂戒，因為你要出發點係錯嘅。舉個唔恰當嘅比喻，佛祖釋迦牟尼曾經體驗過金碧輝煌，身邊全部都係女人嘅生活，又試過將自己擺喺幾年、10幾年嘅極度痛苦飢餓嘅修行，都冇成功開悟覺醒，反而係攞翻一個中庸之道，過一種普普通通唔奢欲、唔極度痛苦嘅普通平淡生活，先成功開悟成佛。咁一定有人會話咩佛教和尚都係講戒色，你無啦啦舉呢啲故事做咩？但其實佛教冇阻止普通人做愛拍拖，只係要求修行嘅人先要戒色，就證明普通人要戒色唔溝女。不如你先搞清楚你係為乜嘢而戒。如果你私心係想為咗溝到更加多嘅女，然後戒色，根本就係本末倒置，為咗更加多嘅色情而短暫戒色。我唔係鼓勵大家縱慾咩，依家瘋狂一齊打 J， 但大多數人都應該攞中庸之道。戒色之前諗清楚你究竟係為咩而戒，而唔係聽到有人話戒色可以溝到女，所以你又戒。並且好老實講，人唔做愛冇性慾，你老豆老母唔搏嘢，點樣生你出嚟？單從科學嘅角度講，根本人人都有性慾嘅，你完全就係反人性而行。
結果就係好多人不斷戒色失敗，成日話低齡啊、消別離、戒色200日，結果因為上咗連登就破戒。或者好多人話要戒色，但從來都唔識同女人社交嘅，潛意識咧就諗住話戒咗色，自己會有自信就溝到女嘅啦。但其實你個出發點已經錯咗，你從來都唔接觸女人，唔敢接觸，然後200日唔掂女人，又何來適應咩同女人講嘢？脫離女性嘅認同唔代表你要避之則吉，完全遠離女人，其實係代表你好恐懼女人睇低你、拒絕你。講到尾都係你個人太弱啦。紅藥丸嘅人武裝自己扮勁，而連登戒色男就因為逃避女人而去扮戒色，心入邊不知幾想做愛。真正強大人係願意打開自己同人哋接觸嘅，係接受人哋有可能拒絕拋棄自己嘅可能性，接受人哋有可能拒絕拋棄自己嘅可能性，而唔係匿喺屋企自以為開悟覺醒戒色200日之後，最後因為連登破戒嘅搞笑人生。我明白好多人喺溝女嘅路上同女人相處嘅路上覺得好困難迷茫，都唔知應該點做咧，成日都圍住女人轉，變相做咗兵或者俾女人睇低等等。今日我想將我成功嘅秘密分享俾你，你唔需要卑躬屈膝，唔需要因為溝唔到女而緊張，隨心所欲咁吸引女人。我係點樣由 A0168公屋到不斷拍拖嘅秘密，冇樣冇錢冇身高，陳同街流馬車 Candy 溝到女嘅秘密，全部喺晒度。立即點擊影片描述欄或留言區連結報名，限時免費，隨時下架。我上條片係講關於好人溝女失敗嘅原因，點解女人淨係愛賤男，唔肯揀好男人，唔想再做好男人俾人拒絕嘅話，就立即 click 右上角睇片。想學溝女記得睇 ENK 男性情感，呢度係針對25至44歲單身男士提供溝女教學 channel， 帶大家簡單正經學溝女。我係夜晚8點出片，記得準時收睇。如果唔想錯過任何溝女、約會、網聊、男女情感方面免費資訊，記得訂閱、打開啷啷，將條片 share 出去。我真誠祝福每一個俾 like 朋友溝女順利，左右逢源，立即出鋪識到女朋友。下條片再見，拜。